大家晚安，大家晚安。大家敢食饱？这个时间较晚哦，大家若做要袂食暗顿的，会使叫一个外送，还是紧去买，好，来小姐问吼，小维晚安，五星晚安 ，Ruby 晚安，美容伫上顶面，无叫着美容晚安。阿酸晚安，明伟晚安，佮有咱的歹势冠星日文较袂晓读，晓坦桑，感谢呢，晚安，游戏晚安，明伟，你搁想看卖哦？啥物意思？啊对，我会开讲式咧，冠星甲大家报告吼，就是头拄仔。要开始进前，雄发现即个开讲式走袂出来，会互大家看卖吼。就是毋知影是安怎，今仔日开讲式内底大家老话走袂出来，毋过这真正做歹势，想讲请大家小体谅一下，就是看迄个回放的人吼，嘛是请看迄个你边仔的迄个，就是 YouTube 原底迄个开讲式。真歹势，好，夏夜晚安，好，对，我知影，明伟投足济，因为我有看到，哈，热心是啥物意思？热心，互你的意思是，我叫是你是讲迄个袂倒的迄个台词，互你读，我想讲，人敢有想要听你讲即种物件？对。咱算是教育类的，你着甲较毋通放伫遮的台词无斗啊。敢安呢？我看你斗的有足济嘛是，我小可毋敢读出来呢。好啦，无我互恁看即个搁较大的惯性吼，看恁敢会感觉较好。无开讲式，毋过有我，好无？原来是互热心食去啊。安尼请热心爱甲我的开讲式吐出来，好无？好啦，无要紧冠星嘛是会看大家会开讲式吼，好，安尼咱今仔日上重要的就是即个中字台词，就是要读咱的中字台词感谢大家投稿吼，有收到，冠星有收到足济名堂，毋过看起来有其中有真济拢是同一个人投的。毋过有关是足感谢，好无？有心教啥？教人食物件，教人迄个叫做啥？教人煮食对无？你今仔日毋是做迄个水润饼？你嘛是有咧教人教，你嘛会教人教。好，无要紧吼，就是今仔日冠星着教迄个其他的名堂嘛，做阵读做阵做一摆读互了，好无？因为若准无安尼做，我就无较正常的名堂通好读啊。好，咱来读。好，头一个，这是伫迄个，这是伫我要收迄个中字台词进前，独投的，想要去倒位游览？冠星上爱去的，就是迄个海边啊。海墘啊，即种诶昨的歌会，我都带大家来去带大家来去食烘蚵仔配米露，对无？去海边听我唱歌，我就是足爱去海边我想讲后摆的歌会无冠星就继续安尼做一个冠星旅游社带大家来去无共的所在食一寡无共的物件听冠星唱歌安尼，后摆的歌会应该拢会是安尼。想要去倒位游览我哪想无回答到问题就是有海的所在，我拢真介意。台湾就是四面拢是海所以凡说会当甲台湾拢踅一摆逐个海边拢去踅一摆安尼，感觉袂歹呢。所以若有机会，我会去海边游览。对。好，后一条。
敢有机会听到冠生读《Call Me by Your Name》？这应该是一本册吼，我若无记毋对，是一个小说的款吼。我无确定，就是伫直播直接读，迄个版权敢会有问题吼。无我请迄个庙公去甲我问看卖好啊，因为我嘛早爱读册嘛，总有机会，若是会使伫直播读，也袂歹。好，所以是安怎要过啦？那无啊，就是我无爱去啊，无对啦，我知影迄个南投边仔无海啦，毋过我嘛袂因为安尼，就无介意遐个人好无？毋免甲我过啊。好，头拄仔讲到即个 Call Me by Your Name， 好，就是我请庙公来问看卖吼，看即个版权的问题吼，敢有要紧？吼，若准会使读，后摆我才甲大家报告，才甲大家宣布。好，刷来。总算有台词啊，总算有台词通好读啊。Why you? I'm on。平常时拢咧收集啥？你应该是咧问评委对无？请评委家己回答。我无得甲你救。Hey, there's a crack in everything. That's how the light gets in。这若是无做中字吼，毋过回答就是台词嘛。我想看卖哦。安尼我应该是用较认真的开口来读，还是爱用较中字、较奇奇怪怪的迄种？无我两种开口拢读一摆好啊。There is a crack in everything. That's how the light gets in. Sometimes the only way is through. Nico， 现在有即句，即摆大家敢晓知影迄个 Nico， 这哪像嘛是对有的人来讲已经是较老的 anime 啊。毋过冠生感觉嘛是无足老啦。我毋知影大家的标准安怎吼。好，若准备用较中字的读法，应该想看觅。好啦，大家有欢喜吼，大家听到即个较正常的读法，有满足，安尼我就安尼读就好。内心足欢喜，好。文聪暗，敢是初见，敢是头一摆看到，新朋友吼，啥物较老，啥较老，应该毋是我吼，内心比我较老啊，有声佫较老，对无？好，刷来后一条开始一寡奇奇怪怪的物件，好，毋过有人斗，冠生嘛是爱读，好无？你敢会有时雄发觉，即个世间有个人是你掠袂起的？迄就是我，无啦，冠生哪有遮歹？原谅你是你甲上帝之间的代志，我的工课是安排恁见面。毋过我是文昌帝君代理人呢。上帝应该是教会咧管的呢，是安怎我的工课是安排恁见面啊？就算讲你是想要甲阎罗王见面，嘛是应该嘛是较我有心的工课吼，这嘛毋是我咧管的。你搁想看觅啦？你即个袂倒台词的意思，敢是讲足欠袂互我一直甲你吐槽安尼？伤温柔哦！这是因为冠生原底就是一个较温柔的人啊，我无法度，我对人讲话就是安尼轻声细碎。咪暗暗，恁真正是想要我较温柔的威胁，好，我试看觅啊。要袂熟悉你进前，我真正毋知影我有即个，我读感觉足好笑的。啥物后一条？要袂啦，这逐条拢足长的。要袂熟悉你进前，
我真正毋知影，原来我有即种会看鸟无点的毛病。啊，毋过其实即个华语的以貌取人，就是我伫台语较找无一个感觉相共的词。啊，毋过甲大家教一个英语，英语就有即个讲法咯，叫做judge a book by its cover。意思就是讲，你看一本册的迄个册封，迄个封面，就决定你感觉即本册是好还是歹。小可较偏题啊。斯文败类如你，就算有华丽的五官，嘛无法度暗藏伫简约的智商。什么意思？你讲家己是斯文败类，安尼你的意思就是讲你家己做斯文。你搁想看觅，你敢真正有做斯文？你莫伫请别人甲你骂的时阵，顺续学了家己好无？哪有人安尼？你搁想看觅啦？莫俩准讲你读乌，就会当暗藏你的白目。真正做温柔的。我真正较袂晓歹声扫啦。这后壁愈来愈歹安尼，这真正是，连我都毋敢读。甲大家分享吼，我原底是想讲，即个中字代数，就是应该是爱互迄个，一般拢是读，无愿意读的人咧读的时阵会足碍叫。毋过我袂吼，我原底想讲就是读迄个，较热血的，较酷的，我都袂碍叫，碍叫的就是恁。竟然有人甲我斗即个袂倒的，变做是我咧碍叫，我煞毋知影要安怎读。好啦，马铃薯暗暗，游戏讲定定看封面买册，其实关心嘛是共款。封面好看，就会叫是内底的物件嘛好看。我安尼是伤古锥呢。我接受你的讹了，毋过我尽量想办法较歹的。因为你，我才知影，人无头脑嘛是有法度活会落的吼。对我讲啥物，我真袂调世间的即个世间的迷惑，就是无法度忍耐去无想你。你的智商敢是一出世就甲你的这大共款互加起啊！我真正较袂晓对。阁有呢。我想讲会当后一条。CSK 暗暗，救命！后壁阁有可能有10条共款长的。好，莫甲我讲话吼，我有即个我爱生气吼。这敢是爱较歹。好啦，莫甲我讲话啦，我爱生气啦。真做一个失败的典型，你敢袂伤过成功啊？你莫讲我的态度足够吼，我敢若是做甲你即种瘾头做朋友尔，好无？若准毋是老师教咱自细汉，若准毋是老师自细汉教咱毋通黑白等本数，我早就甲你等掉啊！你知影无？安尼敢有较歹？你这。有足侪会当迄个吐槽的所在呢。啥物真做一个失败的典型？你想过成功啊？安尼敢是？安尼是？你敢知影即个意思？就是你讲迄个你的手册地全糖是半糖的意思。你敢莫听看觅你咧讲啥？真做失败的典型，你想成功啊？安尼你就是成功啊？安尼都毋是失败啊？呵。若准毋是老师自细汉教咱毋通等本数，无早就甲你等掉啊！若是甲你包咧，我等入去本数车，安尼应该嘛无算是黑白等本数对无？所以其实无即个问题啊。若准我真正是要甲你等掉，我嘛无遐戆。我嘛知影会当甲你包咧，等入去迄个本数车内底，安尼问题就解决了对无？搁想看觅吼，搁有啊，若准你感觉你热烈的爱情忝甲狗共款，
哦，安尼你真正是误会啊，因为狗都无你遮尔忝。哦，我嘛有即种感觉，就是有诶人拢会讲啥物，哦，做工课忝甲若狗共款，根本就无即种代志，好无？狗仔哪有忝？你看迄个互人饲诶迄个狗仔，哦，伫厝呢，都真舒适呢。哦，有物件通食，啊，毋免做事，啊，可以当看电视安尼。我是无做过狗啦，毋过在我看起来就是安尼。对啊，理路就是爱讲究啊，理路真重要呢。理路爱通讲话才会当甲人说服。哦，咱爱即个用咱的理性来讨论，好无？哈哈。哦，安尼哦，理路会通的迄个台词伤歹啊。哦，安尼你等互有声啦，等互有声，伊应该是有法度歹。无你嘛会当去接外律师吗？加油哦！希望你毋通感觉家己完全无路用，上无你可会当互我感觉足烦。好啦，我无即个意思啦，我无感觉足烦啦。这是你写的，我才安尼讲哦，大家毋通误会好无？大家是毋是有流行迄个啥物啊啦啊啦？敢是安尼？哎哟，读出来佫真正有淡薄见笑。啊啦啊啦，是安尼对无？我做了敢有对？哈，无我试看觅用即个有声的开口来读看觅，我应该会较敢读。敢是安尼？哈，想要互我买？啊无，我都变做有声的开口。哈，想要互我买？你是咧讲啥啦？哦，无想到开讲式的大家有即种趣味呢。哈？哪有开讲式的大家拢有即种趣味？干那你好无？干那你较精神呢？干那你，莫牵拖大家。无想到开讲式的大家竟然有即种趣味呢，真正是看袂出来吼。哦，表面上人模人样，私底下竟然是即种个性扭曲的变态。这个嘿是，还是安怎？我是不是应该做一摆头发？想要互我买，是啥物意思？无想到开讲式的大家无干那你，竟然有即种趣味呢，真正是看袂出来。表面上看起来哪人共款，私底下竟然是即种，竟然是即种个性无救的变态。人是这啥啦？人是9M88，我敢要互伊告？你莫害我互9M88告，你莫甲我告吼，请你去告我的观众哦，是因的问题。人是9M88，我看你是大 M88吼，竟然有即种要求，敢是即种笑？敢是即种笑？无啦，哪有人咧甲人卖的时阵会笑啦？我看你是阿达玛控牛理吼，敢有人会安尼骂人？互人安尼骂你，敢会感觉作舒适？我是袂啦。毋知影小看觅哦，毋知影巴啥吼，巴干挠挠，巴西，应该赶紧去看医生吼。毋免啦，这去看医生嘛无效啊。真正做想要买，真正做想要互人买。无安尼，你去甲我救我，这敢是你拜托人的迄种？都几岁的人啊？这基本的社会常识，敢拢无？喂，我无叫你甲衫烫光，这敢会当报？这应该袂使报呢。我无叫你甲衫烫光光吼，我无叫你甲衫烫光光，嘛无叫你跪落来，发出即种低的叫声吼，真正是可笑佮可怜的囡仔呢。你到底是去倒位找即种物件？你平常时到底拢咧创啥？等，咱行销应该是一个教育团体哦。
即种物件是安怎毋是投互有心，是安怎是投互冠生来读？我是毋是爱小可对啊？未12点吼，12点就会当读，即摆袂当读。我感觉即个信众朋友要挡袂牢啊！大家歹势，毋是我迄问题。来后一个，我感觉头拄仔这拢是同一个人投的哦。咱应该拢知影是啥哦。啥物意思？你是啥物意思？即马才来说明。有人落车，毋是迄种落车，歹势，我叫是你的落车是看袂落去，先离开的意思。笨手卖黑白蛋，毋是，对，笨手卖黑白蛋。因为我先开台词会毋过我原底想要念的是迄种中字的迄种较，就是伫迄种少年漫画内底会出现啊，就是迄个主角也是作者家己感觉足缘投煞毋知影听的人感觉足家己的迄种台词毋过无要紧啦，有人投我就念，好无？好，即摆你这是啥物意思？就是你头起先拢已经投3篇啊4篇啊，即摆才来说明啥物叫做袂倒台词。你毋是应该爱先说明？那有人安尼才，那有人先互人读了才来说明的。你真正是我知影你投即个袂倒台词是互人想要骂吼，想要互人骂吼，毋过想要互人想要互人骂，毋是即种意思吼。好，来甲大家说明即个保险起见先说明袂倒台词是互遐读 M 的新书，即种人敢会当算是新书？互读 M 的新书来听，就是互骂会感觉做兴奋的迄种的，无即种镜头的观众，你会当用即个原来世间阁有即种趣味的即种心态来听来看。好，安尼准备要开始啊！请尽量放松你的身体，真正享受会伫你的耳边轻轻的尖锐台词。OK， 开始啊！遮紧就兴奋啊！真正是一个，我无迄个陪编的。你已经挡袂了是啥物意思？莫，我无迄个意思。你去找你的先生，莫找我。遐紧就兴奋啊！真正是一个，这边安怎讲？真正是一个不受教的囡仔呢。我要安怎做迄个变仔的声？我想看卖哦。喂，安尼敢有？无好。安尼就互我来甲你处罚。到底是我咧甲你处罚，还是你咧甲我处罚？我感觉我真正是读册读啊，规身躯做无舒适的。到底是我都好啦。毋过即条我身躯顶即条足贵的呢，我无想要甲用呢。后摆有机会，你会当donate我一条皮带，安尼就会当用即个，会当去下骹的迄个历届。donate我一条皮带，安尼后摆就会当互你听哦。贪财啦，贪财。对一般的人来讲是无想要互处罚的。对，我嘛无想要互你的即种奇怪的物仔当处罚。我感觉你好啦，你投即个袂倒嘛是有达成即个互我骂的效果。毋过毋是伫台词内底甲你骂，是我感觉足好笑，我一直甲你吐槽。好啦。对即种读 M 的人来讲是若迄个长相共款是毋是足野歹啊？对，足野歹是毋是足趣味啊？无，哪有？哎哟，看你即个无出头的面互人感觉足倒弹的，気持ち悪い。我的日语向进步。严谨，感谢你读。严谨，暗安。
歹势吼，你直入来就看即种奇奇怪怪的物件吼，这是我的信众朋友的问题，绝对毋是我的问题，好无？对一般的人来讲吼，互人讲，感觉做倒单应该是一件无欢喜的代志。毋过对导 M 来讲，这就若一种奖赏共款。这其中的即个奥妙吼，佫真深呢。深甲连冠星都无法度理解吼，深甲冠星都无法度理解的即种深。好啦，有趣味的人家己去研究吼。好，我知，就是有的人，我哪会知？非得我知影有的人就是到即种代数的时阵，就想要看人，就是做毋知影要安怎的迄种惊到的迄种感觉。无惯性嘛是来表演看觅。刚讲你互我咩感觉做兴奋？你这抖 M 的形态啊，毋知影敢有迄个效果？好。对，一般的人是袂想要互人卖是形态，对，大家应该拢知影吧？大家应该拢是一般的人吼。敢真正互人感觉做倒大？袂啦，其实惯性就是尊重大家人无共的趣味，好无？好，多谢你的即个兴奋，多谢你的捧场。那安尼，你即摆有偌兴奋咧？甲我好好的用喙讲出来。即句话是啥物意思？若做毋是用喙讲出来，是要用耳仔讲呢？还是要用鼻啊？还是哈？就是互即个女性的台主来讲即种见效的台词，来加深即个记忆。若换做是低高 M 男的声音，到 M 就是甘愿死嘛，无想要听。毋过我毋是女性的台主呢，我可能较我是低高 M 男。安尼你是毋是听会就准备要去死啊？毋对呢，即摆是啥物意思？哈？佫有呢，后壁佫有。总算是到即个上尾的台词啊！毋过大家爱注意哦，即个台词有够刺激而且有足侪互人即个面红红的词有够互人见笑的哇，足见笑，都会当讲是 R18啊呢！那呢，大家敢做好准备啊？赶紧互咱来演出一个上尾的台词。你哪会一面期待啊？敢讲你真正叫习惯性的讲啥物变态的台词？笑死！当然是咧甲你欺负啊！是安怎我会满足你奇怪的欲望啊？讲遐奇怪的台词，真正无话通讲呢。毋是吼，我甲这读好了，我就是咧满足你奇怪的欲望啊！你是 OK 互我听呢？是安怎有心要生气？有心要生气是安怎？敢是我有甲你是安怎？是安怎你要生气？我应该无讲你呢。我知，你听了做无爽快对无？我家己听了嘛做无爽快。毋过我知影有人介意，无要紧啦，咱服务一个信众朋友吼。后摆就互你读啊，后摆换你读啊。你爱先惯势吼。敢有较好？我决定啊，惯性挡袂牢。原底想讲要照顺序毋过照顺序实在是我无咱来读一个较中字的，较正常的迄种，毋是较正常啊，嘛无介正常，就是原底想要读的迄种。毋过咱是毋是应该换一个音乐对无？应该换一个较
较有迄个 anime 啊，迄个上拍迄个部分的迄个音乐对无？好，安尼我有找一个足适合的，嘿，比较大声，歹势。咱是毋是较有迄个感觉？毋过我会听无声。安尼有啊，好。大家敢知影这是为倒一出 anime 内底出来的？哇，游戏嘛无啥爽快，无啥爽快。好，安尼今仔日的迄个，今仔日的变态台词，有够济啊。歹势，是的，伤大声。真是的。好，好来。对，这是迄个美久龙的暗暗，好，准备好啊。毋过这应该是爱读会会啊，是读惯声。即摆嘛是背景较大声，安尼应该有正常吼。好来，五名会会，红魔族，敢讲第一，无人讲第二的魔法师。操纵暴烈魔法之人，好好见识五级力量。暴烈魔法比黑色搁较黑，比黑暗搁较暗的，比黑色搁较黑，比黑暗搁较暗。在此寄托我真红的金光，甲青之时的来到，荒谬教会对路将你，化作无形的扭曲而显。起舞，五之力量本源之源的帮害，哪有啦？我感觉读了无够拍，爱检讨吼。无人可及的帮害，将天地万象兄小大尽，自深渊降临，暗暗，这就是人类上强威力的攻击手段。手段，这就是究极攻击魔法 ，explosion！ 伫红莲之中，兄小大尽，素晴らしい，敢是这种感觉？敢有？应该有吼。好，对，这出惯性无看吼，毋过了知影迄内底就是。即个伊逐摆用即个魔法的时阵，拢会读一段。最近有一个 anime， 毋知影大家敢有看吼？惯性足介意，足拍或者Chainsaw Man， Chainsaw Man， 就是最近应该是最近才开始放送的，对，大家当去，我会记得 Netflix 顶面有，大家当去看。好，咱甲即个。背景换倒转来吼，换一个较正常的。无说字甲家己禁掉啊。好，我讲，咱来看一个较正常的台词。哎哟，无较正常呢。原来根本就无较正常的台词，即种物件。哇，嘛是来读。惯性是甜的，若无信，若无相信，你来食看卖啊？卖，我会惊。耶稣暗暗，我看起来真温柔，真有可能是想要互你探好。我家己都毋敢听呢。我遐尔互人介意，你敢有法度甲我欺负？讲我真相 ？No， 对，台南人拢是甜的啦，迄个连尿拢是连放尿拢是甜的，因为有糖尿病。无啦，莫我白讲话，台南朋友莫甲我过。
我家己嘛是逐工3批专长的手册题吼，大家拢是大家拢是朋友吼。哈，这嘛有法度读 schedule 安尼，我毋知呢，你会当投看觅啊？你讲投互有声，敢会互伊 block？你会使投看觅吼，看会安怎？我无负责吼，爱有即个试验的精神啊，对无？哦，应该会吼，对，我感觉应该会。你看我即个性地，揽一个就好啊，敢毋是？毋是，真正毋是。毋管你敢若会当讲是啦。我家己嘛无法度。毋过游戏讲的即个我有介意。哈，大家拢咧甲我笑呢。游戏讲香味是红的。我解一个吼，解甲迄个甲惯性较有关系。香味是红的，飞燕草是紫色的，糖是甜的，甲惯性共款。安尼大家敢有介意 ？Ruby， 你的迄个鸡母皮是倒一种鸡母皮？是足欢喜的迄种鸡母皮，还是想要吐的迄种？我家己其实嘛起鸡母皮呢，我家己是。我家己嘛，做挡袂掉。毋过咱爱服务信众吼，有投就还是爱读，好无？是爱照起工来读。好，这到底是啥？这到底是啥人写的啦？哪有人会写即种物件？好，认真哦。其实我最想要加做走伤紧，无细指甲你弄着。啥物拢无想要做，敢若想要规工倒伫你的胸坎。这我无法度，我无法度甲家己安尼放，啥物拢无做，规工倒伫你的胸坎内底，我无法度。这惯性是做介意困，无哪有我逐工拢无咧困。我知影是你斗的啦，我问讲是谁咧斗的，毋是即个意思。你是安怎？你斗即种物件，佮想要互大家知影？好啦，其实冠星无爱困，冠星足介意困的，因为逐摆拢是梦着你。你敢莫搬来我甜甜的梦内底，甲冠星困一暝，这敢莫会当报？这无法度报啦，这无法度放送呢。冠星毋若是爱做你的。古锥小小男神，我已经是男神，甲全世界拢变做冠星虎。原底是要互律心读的，安尼你著莫投互我，你著投互律心，好无？Ruby 讲了对呢，用这来甲迄个，用这来甲犯人酷刑，应该是真有效。我即摆感觉我就是迄个互酷刑的人，我家己著救命！大家信众朋友救命！看觅阁有啥？有笑亏呢，有笑亏，无咱来读笑亏。其实想着，毋是原底毋是讲要耍游戏用，结果棉仔糖都读袂了啊，无要紧。咱来继续读。其实我前几工有去算命，我问老师是安怎，我无女朋友。伊讲恁兜的格局，做北挑南，你看起来靠北歹看。这都毋是惯性会讲的话呢，而且这个台词若是用台语读，应该就无遐好笑呢。这应该是爱用华语来读着无？毋过，上无，无参像迄个，无参像迄个头拄仔遐奇奇怪怪安尼吼。好，好，咱继续。好，佮有其他的台词。友谊是遐尔甜美、稳固、始终。这种神圣的情感，只要因无甲你借钱，
只要是谈感情，讲到钱，真正拢是伤感情啦。我毋知影我用啥物款的开口来读即个物件呢？你是即个意思哦。我叫是你讲华语敢袂使，是讲用华语等互我我用台语来读。因为我迄个就是惯性的华语无学好啦，所以我华语就是看有，毋过较袂晓讲。所以你会看到惯性伫海信的时阵，大部分拢是讲台语安尼。请大家见谅。若是无后摆嘛是会当互恁来教我讲华语，感觉安尼嘛袂歹。咱来看总算是有迄种我原底想要收的迄种台词啊。毋过伊头前讲这济话吼，一位信众朋友用即个 emoji 真古锥。安冠生我来投即个台词会啊。实个台文无啥会晓，只会当拍华语字，无要紧啦，因为就是大家台文袂晓嘛是真正常的吼，使豆豆学，嘛毋是你的问题啊，所以大家毋通感觉就是做对不起啊是安怎吼，这拢无要紧，大家华语或者咱拢看有，斗真济句真歹势，无你甲明月比都。无算足济句，毋免歹势。若阵伤济，嘛会当抬调莫看。好，安尼我应该甲明月一部分，我会甲无啦。有一寡真正无适合放送的我会甲，就是我会甲当做无看的。好，虽讲因为做工课，无法度逐摆拢对着直播，毋过真介意惯性的直播风格，真赞感谢你的学了。大家工课要紧啊，做工课无法度来直播无要紧，非常会使波动啊，对无？台词会敢会当偷偷表白？会使，感谢你的表白。无细字伫面册看到新销的催讲文，和一个作水的图吸引着，佮看到内容，足侪台语台文各种在地文化风景，有入即个新销的坑，真正是足赞的。我爱新销的大家，我嘛爱大家信众朋友吼，感谢大家信众朋友互咱的支持鼓励感谢大家，大家欢喜啦，大家欢喜。请大家请大家，歹势我拍的，请大家受小的小啥物？注音我较看无，毋过。大概知影意思，请大家受我击败，好，唔，这我承受袂起吼，大家欢喜啦，大家欢喜，好，这是台词啊，下关会当有台语版，无嘛袂要紧，我应该是会拢读台语吼，好，来认真啊，先啉一个水吼。好，认真读哦。若阵你是无魔女若阵你是魔女，我只要诚做魔王就会使啊。有互台的讲才有开枪的权利。即句我真介意呢。弄着头，歹势。你敢有听到一个棒一声？偷偷惯性去弄掉迄个麦克，做是的。我真介意即句呢，就是要安怎讲？迄个大家敢有看迄个进击的巨人？迄内底嘛有一句我足介意，是讲迄个无法度干无法度放杀物件的人，是啥物拢无法度改变的。我感觉了有小共的感觉，真水。
嘿，过来认真读一摆。有互台时会讲哦，才有开枪的权利。即句我介意。虽然是较古锥的，大家细汉时应该会看到的魔法，魔法 anime 内底变身的即个咒语，大家拢有看巨人哦。毋过巨人内底变身是毋是无迄个咒语啊？嘛毋是讲一定爱有啦。对，巨人真正足赞的，未看的信众朋友会使去看。我知影五星嘛有看，嘛会当去找伊讨论。霹雳卡、霹雳拉拉、波波丽娜、贝贝鲁多，这应该要用啥物款的开口啊？应该要用即个足够水的迄个开口对吧？霹雳卡、霹雳拉拉、波波丽娜、贝贝鲁多，敢是安尼？是毋是阁有人要去鸡母皮啊？是毋是五星阁要去吐啊？五星阁爱受气啊！米鲁德碰，这大家拢有当。我会记得迄是内底大家人拢会用家己的名来安尼读对无？所以其实伫迄个乐天宫甲卫士殿嘛会当安尼读吼，比如讲四龟蛋德碰，可能是安尼。我嘛毋知影我到底咧读啥物啊？我要代替月娘来甲你处罚。对，后摆想阁斗一寡奇奇怪怪，无啦，我袂啦。后摆，后摆阁有人去跳舞，无甲我顾庙，我就代替月娘来甲你处罚。过来这头拄有人讲到的即个。受气有足侪意思啊，敢有？受气，五星受气就是受气啊！你是阁想到啥？你若是阁想到啥，会使投互五星，叫伊读，看伊会安怎吼？好啦，藏着黑暗力量的锁匙，伫我的面头前，展现你真实的力量。甲你拍客约的惯性，甲你命令，急急如律令，封印解除，应该是安尼吼，应该是这种感觉。美容讲啥？我上段无看到美容。原来是这个意思啊！恁会当做好朋友吼，恁讲的话拢真趣味。用闪闪时的歌声开始现场的演唱，这应该是咧讲律心吼，律心上爱讲即句，所以你的意思是叫冠星即马爱用闪闪时的歌声来唱，这到底是一句台词，还是甲我命令啊？好，安尼我来，无来唱啥物咧？唱迄个啦，心中乱歌。安尼我先甲即个背景的音乐，点开七彩的相信，我无法度。即种歌只有陈律心甲五星有法度唱。即种奇奇怪怪的歌，是安怎会有人有法度唱出嘴？这比迄个头拄仔迄个 R18搁较痛苦。原来是台词。安尼会使。用闪闪时的歌声开始现场的演唱，互我的心安乐去，敢是安尼？互我的心安乐。对，这应该是迄个金珠美人戏对无？其实冠星就是因为介意海嘛，其实我嘛足介意美人戏呢。明仔载过来嘛做闪闪时，你讲的嘛对啦。是我较介意的迄种闪闪时，对啊，若是有机会投胎做一种就是就迄种做成人，毋过甲人小可无共的生物，若种有法度投胎做一个奇幻世界的生物，大家想要做啥物生物呢？
哦，若准是惯性吼，就是要做美人鱼。安尼我会使去收水吼，就是足方便。哦，守护甜心，守护甜心惯性无看。毋过我知影，迄嘛是足出名诶，就是应该嘛算是足新诶。无足新，对我来讲足新，对恁来讲无足新。对，哈？有先你讲迄个动物是啥？马来貘，敢是马来貘？迄是迄应该毋是生，迄无生人啊，迄毋是奇幻世界内底才有诶啊。哦，你应该是猫啊，好，你欢喜就好。大家应该嘛介意啊，毋过我无。恁是安怎？等下，陆心是安怎？陆心是感觉迄个人外会使食诶意思呢？无你连性种都会食掉啊！我嘛是无介意外啦。好，无要紧，你欢喜就好啦。好，咱继续。读到对哦，读了啊，对吧？后壁无啊。这足重要。哦，上尾佮甲大家新销的信众朋友甲3位代理人表白。我嘛向你表白哦，真感谢你介意阮的表演。佮来这足重要的上尾即句天气咧寒，大家爱保重，毋通感冒啊。若像拜二的时阵，有一个人感冒啊，因为迄个人浸伫迄个马桶水内底，煞感冒啊。大家爱注意呢，即个天气真正爱保重。无恁听到就是应该是会听到我要是了潲声对无？对，因为了感冒，大家真正爱注意啦，啉烧滚水啦。听讲这是一个禁忌吼，人咧无爽快的时阵，袂当叫伊啉烧滚水，无话人会变面。你要看啥物？你要看啥物？你要看人外的迄个作品呢？你到底是想要看信众写的作品，还是无想要看？有时啊，互你看，你个会起鸡母皮，还是起屁面安尼？歹势。好，酷扫啊！看卖。搁有即个，这读看卖，这较文言的，较我试看卖哦。君子动口不动手，君子动手不动口。无啊，即马是两句话颠倒并，到底是倒一个才是对的？好，不动即己，一动惊人。动手动手毋捌老台湾话，哪像无咧讲外口呢？应该是讲刀下袂留人安尼，手下袂留人。我嘛感觉这应该是你读，我嘛感觉这应该是你斗的。毋过无要紧，我顶真惯性做顶真，嘛是会甲读出来，好无？大家敢有看过一支迄个，那像是，就是迄个啥？就是有一个嘛是咧，讲笑的一个影片，内底就是嘛是，这嘛是一种互人读袂出来的台词呢。就是有一个人去买饮料，迄支影片内底是讲有一个人去买饮料，迄个饮料的名都有够奇怪，或者啥物 QQ 奶奶好啉加马普茶安尼。迄个要点菜的人都毋敢讲迄个全名，迄个是迄个店员就甲讲读出来，迄支足好笑的呢，毋知影大家敢有看过？大家会使去看。现在会讲到这因为讲到即个读出来，第二句，君子就讲，
即马就互我来，即马我就互你来体验一个任意道德的用泉，啥物意思？这我真正看无。美容是啥物意思？君主讲家己叮当啥物？啥物啦？我真正听无啦。啥物？这还袂12点呢？这到底是安怎？听过，毋过无完全看了。我会记得迄个支影片上尾嘛是真好笑。若准你作用，若准你有时间会使去看。对，好，这啥？有朋自远方来，必生苦其心志，劳其筋骨，恶其体肤，空乏其身，行不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静抑其所不能，之后便这应该无共篇呢。你现在要甲斗做伙？静抑其所不能，之后便所实吊伫外口。好，等。头前嘛毋对啦，头前啊，头前是，这原底头前应该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好，安尼我知影，回伫即篇就是甲三篇斗做伙。这到底是啥物代词？啥物时阵用会着？啥物时阵会需要读这？哦，好啦，嘛是介趣味啦，大家轻松笑一下。好啦，这嘛是一种规劝啦，无毋对。多谢你投的即个足趣味的棉仔糖。好，看卖哦，佮有啥咧？那像拢读了啊呢？组合吧，对，有成，这有成组合吧。好，那像无安呢？这应该对啊。哦，佮有呢。好啦，无咱甲读好了好啊。哦，这支嘛是一个，顶现暗，敢是安尼读？你即个你名的即个字较罕得看到吼，所以对。哦，你阁有投中字的，好，我等下才找一个。哈，好，爱精神。好，好。这嘛是一支影片，大家可能有看过。这嘛是网络顶悬足侪人有看过的影片。你的物件我一喙都袂食，对，就是迄个真芳啦。林冠生就是枵死伫外口，为遮跳落，嘛袂食恁一点仔物件。毋过过2点钟了后，因为腹肚枵，所以犹原是坐伫饭桌进前食饭。佮讲一句，嘿嘿嘿，真芳，应该是即种感觉吼。啊，佮有改编的咯，好，无困，首先困啥物困？这边来换，困啥物困？起来拍铁啊！弱者才咧困，你敢是弱者？好，10分钟啊，讲笑尔。性命爱顾安尼。OK， 好，阁有哦，阁有新的迄个，好，安尼我来用啊，足济呢，加足济哦，哇，安尼真正是读袂了啊！读册读袂了，考试阁考袂了，学业的困扰，请任命文昌帝君代理人，啉，灌，醒。无，今仔日无人斗这。后摆我去斗互另外2个。好啦，
好，来读，这是啥？像啦，手机熊，敢是读做熊？手机熊是像啦，这是安怎？这无这我后摆就是去看一个迄个原底的影片，我再来读互大家听。好，啊哈，这较趣味的。对，今仔日无法度算着，是有人想要看呢。若是有人想要看，好啦，我后摆莫甲两个主题结做伙。我后摆就是专工开一个游戏王互恁看哦，无恁看无。毋过读这代数嘛是足趣味啦，你会晓啊？好，无，我去甲即个棉仔糖等互你，后摆就换你来读好无？这我介意诶。讲即个情批有啦，新小江有发起啦，毋过咱是伫即个，我是伫乐天宫，吴星是伫卫视店，毋过嘛是有发起啦，这就请吴星要读诶时阵来准备，游戏要看游戏用哦，好无要紧，好，安尼我较拍拼咧，我甲迄个代数拢读好了，看敢会当上无算一场好无？游戏嘛，当来报名迄个信众场好无？好啦，来读精批啊啦！这有台文版呢。好，安尼我直接读台文的吼，无我真正袂晓吼。总想要甲藏伫胸坎的落地仔内底。这是毋是欠一字？总想要甲你，总想要甲你藏伫胸坎的落地仔内底。甲你温暖的阳气，你就永远走袂开。自此无互别人伤，当会使参我一个人三意爱。哇，这有够 romantic 我真介意。敢若是昨暝的代志，你行入去我的世界，偷走我的心。嘛偷走我规个人，莫嫌我，因为人爱永远斗阵。花园、月圆圆，拢无你，拢无你的面，拢无你的面圆。这敢是咧甲人学的？有个人可能无介意，互别人讲你的面圆呢。我安尼是毋是足过分？甲即个，这其实写了足水啦。我甲安尼笑是毋是有够过分？是的，我过来一摆。花圆、月圆圆，拢无即个我改做水就好啊。花水、月娘水，拢无你的面水。人情、深情，拢无你的嘴唇安尼情。敢袂当穿？原来是即个意思哦。原来是因为有星迄个影片内底的面足圆。原来是安尼。安尼我了解啊。我伫影片内底嘛足圆的吼。安尼有影。天生色，地生灵。拢无你的目睭灵，愿你的生活充满色彩，愿你的感情亲像火同款，心光火道的意思啊。无啦，无，对啊，讲到面圆都雄感觉，淡薄好笑呢。好啦，看后一条。这我知影，这出足好看的呢。这出我介意，我足介意看迄个，这是迄个 Fate 嘛 ，Fate 或者迄个命运对无？运命 Fate 迄个系列。这我有介意，我来读。安尼我先读英文的，毋过迄个日语的，惯性其实看无日文吼，所以
可能会读毋对吼。啊，毋过英语的，我有我较有把握。I am the bone of my sword. Steel is my body, and fire is my blood. I have created over 1,000 blades, unaware of loss, nor aware of gain. Withstood pain to create many weapons, waiting for one's arrival. I have no regrets. This is the only path. My whole life was unlimited Blake works. 感觉读做惯性读起来就是一个无共的感觉，毋知影敢有拍。好，安尼啊，日文的真正会做闹鬼啊！读日文就是会互恁笑，啊，毋过无要紧，一定会读毋对吼，绝对会读毋对。头一字都袂晓。台语话咸地出来是出来的对。市条话铁地，心话啥物？心话小猪。几塔比诺先吧，哦，我的腐海，完全咧学白读。他だ人の白昼はなく、ただ人の勝利もないし、大手。大地はここで孤立，剑の苦的铁を断子。我真正袂晓啊！我无法度，我感觉我咧侮辱这个作品。是的。ならば我が生涯で意味は不要ず、この手は武漢の劍で出来でいた。哦，救命！我歹势，日文真正袂晓。后摆来学日文啦，后一条，美国蜜蜂的英文要安怎讲 ？American bee 是有啥物？哈 ？American bee。对啊 ，American bee 啊，这敢有啥物问题？这是毋是有甲啥物物件换音？啊，毋过我哪会想袂出来 ？American bee， OK， 你会当解说一下。你这个台词我有介意。原地惯性读英文，就是 very good， 免甲讲啊，一定是大，一定是迄个手好。这原底是讲华语的嘛，对吧？大家可能嘛知影即个影片，大家通好。读日本罗马字，对，罗马字我较看有，啊，毋过就是伊投稿内底无，所以我都会干那会当学白读。是的。好来，小姑娘。你安尼无写好呢，打见面尔，就安尼甲我相谈。OK， 这会使过哦。这甲性别无关系哦。若是有
男性朋友吼有即款的有即款的困扰，就是有无熟悉的小姑娘甲你学白烂，这会使过哦。No means no， 这一个宣导的这个关键。好来，刷来这篇。哦，头一句我足介意的呢，这我哈，原来是 USB 啊，竟然是 USB。好，我叫是 American B。OK， 好啦。这句我有介意，咱会死足久，所以咱活的时阵一定爱欢喜。对，死的时阵就是会当困足久的吼，所以大家活的时阵会当做拍拼来享受大家即个生活，好无？咱额头看到同一片，同一个天，所看到无同的所在。秒数5公分，对吗？这应该是公分。这敢是公分？对，这是公分。秒数5公分，迄是烟花飘落的速度。什么款的速度才会当行完我甲你之间的距离？总是算好，你讲的拢对。其实对啦，你讲的对。嘛是爱逐工起来做工课。好继续读。总是直直找找你的形影，不管是交叉路口，也是梦境当中，明明知影你无伫，却犹原直直咧找找。一蕊花坠落的速度，互时间嘛慢了伊的脚步。有水，有一种诗的迄个感觉。冠先有介意。随梦捌，感觉茫茫，嘛感觉痛苦，毋过嘛捌天真来笑过。若准甲梦想当作是信仰，无放弃，直直追求。梦想总是会成真。无论你有偌强，嘛毋通想着要家己一个人害所有的害去所有的物件，因为安尼你一定会失败。毋通为着家己的拍拼来回失礼，安尼想过对不起家己的拍拼。我介意上尾即句呢。我知影做一个信众朋友拢做拍拼的。会使做一个。我感觉有做一个人都是做拍拼别人就会甲你讲你哪会遮高画图？就亲像惯性安尼。是的，你哪会遮高画图？你哪会遮高主角？就会讲是的啦，歹势，我毋是雕工要遐尔高。所以人讲你做厉害的时阵莫回失礼一方面是你对不起家己的拍拼，一方面是互人感觉你这个人有够假人甲你讲你哪会遐高画图？无啦，就互人感觉足讨厌的对无？无啦，这个偏题啦，非得都是对。好来，搁看卖。这个有啥物物件会当阻挡男儿走位大海咧？对，无啥物物件会当阻挡惯性去看海。若做会当实现，就袂当算是真实的梦想。我无后悔，我有讲，我为着梦想来战。大家敢有看 One Piece？One Piece 嘛是一个趣味的律心讲，律心要甲大家回歹势律心讲歹势，伊生了伤喊果。啥物叫做生了伤喊果？我嘛毋知毋过我有转达即个律心的
歹势哦。好来，哦，这有够困难。嘿，就抓金星，就抓即世人吼，拢甲你当做我的王，用我的热血来为你烘，这袂好读。真正重要的物件，总是无的人比有的人较清楚。啊，这个互我想到，迄个小王子内底啊，嘛是有一句讲，真正重要的物件，用目睭是看袂到的。对，大家当思考一下，啥物是重要的物件？像对我来讲，重要的物件就是碗粿。无啦，毋是干那碗粿啦，毋过就是，讲一下三笑。好，一篇较短、较正常的。好，咱再来看卖。上尾啊，上尾啊，等下就会当来耍游戏王啊，反正耍一场就无安尼。尊重火的名誉，我伫遮我伫遮甲你调换，紧现身，黑暗即刻使元素形质，爆裂，爆裂吧现身，粉碎吧精神，放逐即个世界，安尼敢有？我要代表月娘，甲你消灭。这头拄仔嘛有迄个吼，搁读一摆。藏着黑暗力量的锁匙，伫我的面头前展现你的真正的力量，互你定下约定的惯性，甲你命令，封印解除。这等下耍游戏王的时阵，应该会当用到的。对啦，明话内心原底是讲伊生甲伤古锥吼，毋过惯性无认同。所以惯性会甲小改一下。对，小王子嘛有人翻做囡仔王子，对。我就是我有买，若一个版本啊，我最介意迄本册所以我有买到的册内底有人翻做小王子的，嘛有人翻做囡仔王子的，拢有。对啊。迄有台语版的，大家会当去看呢。我感觉，迄个字袂介济，若是当是要学台文，为迄开始嘛袂歹。好总算是甲即个棉仔糖读了啊。好，刷来咱总算是会当耍即个游戏王啊。毋过我常想着吼，就是因为今仔日我有准备即个我上喜意的即个。牌啊，就是即个主题，小可甲大家小解一下好啊。我毋知影大家敢有看游戏王的 anime，惯性是足介意看游戏王的 anime，伊 anime 佮毋若一个系列，内底我上介意的一个系列叫做游戏王 5DS，迄内底就是，就是因大家系列拢有一寡。无共的故事无共的调换的方式。即个系列内底上酷的就是骑车决斗，骑车决斗就是因会哪骑车哪耍牌啊，有够特别。这就是因的迄个耍牌的时阵会骑的迄个车等下。就是伫迄个世界内底就是，因的机车会当走足紧的，因的机车是会当走偌紧的，会当走到36，会当走到36呢。36就是迄个，有人知影即个主角即个 UC，伊真正是我感觉就是，所有的系列。主角内底上缘投的我上介意的，对，Who do you say 对无？
讲到即个因即个世界的即个机车吼，会当骑甲因就是咧，非得因迄个迄个骑车决斗吼，就是毋若是拍牌啊，哦，顺续驾车安尼。恁看迄个 anime 就会感觉，佫会当安尼哦。啊，因为即个机车吼，上紧会当骑甲36，吼，就是对，就是36是有偌紧。咱个台湾高铁上紧就是吹甲36，吼，骑机车骑甲迄个高铁共款紧吼。哦，这若是迄个抽牌的时阵吼，无抽好势，啊牌啊飞出去，啊，互迄个牌啊拍着，就若互庆记弹着共款，有够危险，真正会死。对，等下我耍迄个游戏王的时阵，吼，就是我会尽量甲所有的台词吼拢讲出来，安尼才有好耍啊。好啦，啊，飞碟就是5DS 即个系列内底吼，有一种足重要的调换方式，互大家看卖即个决斗的时阵，就是安尼，哦，就是两个人咧驾车啦，哦，咱主角徛伫头前啦，啊，迄个警察伫后壁咧撩，即画面看起来都足好笑。啊，迄个警察哦，就是伫迄个世界啊，你若是无照迄个交通的迄个规矩来吼，无要紧，你著走互警察掠。啊，警察就会甲你拍牌，哦，啊，若阵你拍牌拍赢警察，哦，就是迄个因咧骑车决斗的时阵啊，就是若阵你拍输啊，你的迄个机车就会直接哦，规个拢淹，啊，就会直接对，就会勒残，就会直接勒残，嘣安尼。所以你若是会当拍赢警察，警察就会伫你后壁直接勒残，啊，你就直接走去就好啊，啥物问题拢无。这个世界真正是真特别。对啊，若勒残稳死，对啊，走到36呢，走到36勒残是绝对是上无嘛是无死嘛是半条命安尼。对啊，伫迄个世界就是讲无好势就直接决斗安尼，无咧相拍，无咧拍战争的，拢咧拍牌啊安尼。过来吼，就是即个作品内底有一种足重要的调换方式，叫做シンクロ调换。哦，シンクロ调换，即个シンクロ吼，原底是英语啦，哦啊，即个英语就是synchro，哦，synchro是啥物意思？就是我嘛毋知影要安怎解释，啊，毋过 synchro 的意思就是就是两个物件咧振动的迄个速度变做相共安尼。哦，华语那时候叫做同步，哦，或者同步的款，对，哦，这就是 synchro。加拍一个 C， 拍毋对字 synchro， 嘿，啊，日语就直接讲 synchro， 所以我感觉台湾话嘛会使直接就是讲 synchro 就好，嘿，好。啊，即个synchro调换要安怎用咧？哦，即摆要来算简单的数学，无啦，非得真简单啦。哦，就是即个，对，头拄仔讲到迄个骑车，就是因若是要调换即种白色的迄种怪兽吼，你骑无够紧是调换袂出来的。哦，对，佮有迄种迄个正手柄即只吼，正手柄即只就是。你的机车爱吹甲比光搁较紧，才有法度调换出来的怪兽。哦，敢有即种代志？比光搁较紧，这完全就是无符合物理的定律。好啦，非得咧，好啦，真正无数学袂真困难啊！你免烦恼，免烦恼。简单讲吼，就是这个数学你一定会晓吼，就是若阵你要调换这个5粒星的，大家敢有看到遮有星，伊的迄个牌仔顶悬有5粒星，哦，你若是要调换这只5粒星的，哦，安尼你爱注意3项代志，哦，头一项就是调换这种怪兽的时阵啊，你需要用其他的怪兽来做伊的材料。比如讲，我的战场内底，毋是内底，我的战场哦，有遮个怪兽，
刷到遮。哦，啊，我都会当甲遮符合即个要求的怪兽送入去蒙阿波，我都会当甲伊调换出来。所以咱会安怎知影？就是伊的条件敢有符合？哦，头一项就是，你若要调换即个白色的轻的即种，即个性窟窿怪兽，哦，你就需要迄个材料内底上无爱有一只协调，哦，协调的汉字是安尼写的，这叫做协调。爱一只的意思就是，敢若会当有一只哦。袂当超过一只，哦，嘛袂当无安尼。好，第二项爱注意的就是，这个怪兽的迄个等级加起来，甲即只共款，哦，所以咱知影3粒星、1粒星、1粒星，安尼拢总是5粒星，哦，就会当调换即只5粒星的怪兽。哦，若阵你要用别个组合嘛是会使，比如讲安尼。哦，安尼嘛是3粒星加2粒星，哦，安尼当总嘛是5粒，哦，嘛会当共款调换一只。过来就是第三项上重要的，哦，要调换这种怪兽的时阵，上重要的就是你爱读迄个调换的代数，哦，逐只咧调换的时阵，拢会有一段就是调换的迄个词爱讲哦，哦，伫迄个anime 内底吼，若是无讲，一定是调换袂出来。哦，因就会咱骑车，哦啊，大家若是有骑过机车，应该会知影，就是伫风中，你根本就听无人咧讲啥。啊，我毋知影是安怎，因咧画即个代数，佮画甲遮尔欢喜。哦，所以根据即个推理吼，咱就知影，一定是无读到无法度调换啊。比如讲，就是即只就爱讲啥物，迄个，积极而来的军星，哦，化做光影的，化做光影影的路途，身躯都调换，哦，紧现身，笨手战术，无毋对，即只叫做笨手战术，这是一个，就是迄个主角的牌吼，拢是笨手系列的，哦，这是一个，好，非常，大家拢会晓啊，我知影大家拢会晓，安尼咱会使来算啊，哦，等足久呢。剩3分钟会当算，哦，好啦，好安尼，总算是会当来算牌啊，耶！安尼，我知影即个游戏还无声，哦，安尼有啊，好，若是伤大声，则甲我讲哦，好来。今仔日我准备的即个牌仔是 Black Rose，就是我上喜意的乌枪美容。好，咱直接来算。啊，加场，我若是加伤久的吼，袂讲骂啦，哦，啊，毋过，好，我尽量，嘿。会记你读迄个代数哦。我先讲，我先来，我的发动，一个，好嘢 Goblin， 好，过来咱创啥咧？我甲即个蔷薇公主。哦，我会发动蔷薇公主的效果，甲伊为手头戏杀。哦，我会当选择即张战场魔法，白蔷薇的花园。刷来我会发动白蔷薇的花园。过来咧，袂当创啥？甲大家解说即个白蔷薇的花园会当创啥？哦，读代数时间敢会好，安尼我紧重点好啊。非得我嘛是喙足大的，我嘛是莫讲遐济好啊。好啊，我即摆毋知会当创啥，无我就砍一张牌，结束我的回合。哇！结果咧等对面，伊是安怎长线呢？亲像长线风吹双人放手，就来自由飞。
自由飞。阮还有几句话，好，想要对你解说，伊咧创啥呢？要是藏伫心肝底，较实在。哦哇哦，哇，减一半的血啊！嘿，即张牌，赞哦！即张牌就是足危险的一张牌，就是你爱就是练一个迄个唱歌决斗，迄就是迄个啊，金主美人鱼，就是咧唱歌决斗对无？因就是毋知影为啥呢，就是嘛无唱甲偌歹听，毋过就是唱歌唱笑咧，迄个对面的就会头足疼。毋知影是啥物原理，啥物理由也原因安尼。来看对面咧创啥 ？Garbage Lord， 粪扫之王。哦，看伊表演啊，伊就安尼死啊，毋知影要创啥，根本无互我表演的机会。无要紧，对啊，歹人唱歌嘛足好听啊，我著上介意迄个黑暗的迄个叫做啥？黑暗的巴洛克。对，歹人的我感觉颠倒较好听呢。若是歹人的较好听啊，就是伫足侪 anime 内底，我感觉拢是歹人的穿插较歹，歹人生甲较好看。伫游戏王内底嘛，定定是迄个歹人的迄个怪兽生了，佫较特别。所以若像有足侪人，就是看迄个，就是有些囡仔人毋是会耍迄个，一个人做歹人，一个人做迄个英雄的迄种游戏，就是相拍啦，其实就是相拍，就是毋知影为虾米，就足侪囡仔拢抢要做迄个歹人哦。即摆我了解其实就是因为歹人看起来拢是较好看的迄个。对啊，逐个拢介意歹人对无？毋是讲我要做，毋是讲我因为安尼条工要做歹人啊，毋过就是，对，好，咱来看就是到底是伫即个决斗内底我头拄无讲，砍2张牌，结束我的回合，安尼才有对。对啊，这是咧创啥？这是主角会使用的迄个魔法师效率对无？看卖哦。伊调换成功的时阵，伊会当找一个黑暗的魔法师，为伊的牌底找一张黑暗魔法师加入去手中，过来当创啥？我不管啦，非得即张就是别人要为伊的牌内，别人要为伊的牌底内底找物件的时阵，你会当 say no，我等掉，你莫找，你袂当找，就是安尼，你袂当找，好赞。咱看伊个会当安怎？这啥？好，不。好，大家看古锥的查某囝就好啊，莫读遮济字好无？遮济字我来读就好。好，等下哦，是个会安怎咧？我无介意即张牌。对，伊确实是生了真古锥。我知影就是有足济有看游戏王的朋友，拢真介意即个角色，而且这嘛是即个游戏王足早期的时阵都有诶牌嘛，即个魔法筒，我足介意即个魔法筒咧，我毋知影为虾米，就是会当甲人拍，就是足欢喜诶代志。大家敢知影魔法筒诶效果，就是会当伫迄个对面诶怪兽，对面诶怪兽攻击诶时阵，你会当甲伊诶攻击，形互迄个
幸互迄个攻击的人。好，即摆即个花园哦，叫我来摇看觅，我等下抽到怪兽，还是魔法，还是陷阱，哦，我若是摇有着，安尼我就会得到一个厉害的效果，这效果是啥？等下才甲大家讲哦。对，迄应该是大家细汉时的女神哦，可能有个人大汉嘛是感觉伊是女神。毋过我想看觅哦，冠星细汉的时阵的女神，大概是我家己，无啦。又有着啊，开始啊，总算是抽到咱的即个枪味龙啊。好，看觅哦，无看迄个，我咧脑桶，我会回合抽牌。我会使用即个花园的效果。我会甲即个粉红仔色的枪味特殊调换，过来我会当为我的牌底找一张，加啥物咧？我看觅哦。不啦，蒙阿波有啥？无通用的。好，我找即张。开始表演啦！通常调换总算是会当读台词啊！读台词啊！我上介意的乌枪美龙，今仔日要来耍乌枪美龙。爱读台词若是无读台词，我就调换袂出来哦。头一句是啥？黑暗的火炬会包围这世间的一切。黑暗的花蕊，紧现身！辛苦了调换，乌枪美龙。来啊！哈哈哈哈！调换成功的时阵吼，我会当甲所有的牌连伊家己都拢破坏去。毋过我无要用即个能力，无伊家己嘛会死去袂记你读即个效果。伊会当直接调换一个黑暗的魔法师。无要紧，冠星无咧惊。对，枪美龙足好看。我感觉枪美龙规个系列拢足好看。我上介意就是即个乌枪美龙。有够水！迄阵头一摆伫 anime 顶悬看到的时阵，我真正是多气呢。是安怎？伊是迄个3400。这是因为即个头拄仔我毋是有摇迄个会抽到啥物牌？我摇有着，伊就会甲所有的辛苦咯怪兽的攻击拢加1000。伊要创啥 ？If you control 我的枪美龙，哪会当安尼？我的枪美龙，我看觅我会当创啥？好，先看觅哦，无救啊，对无？对，无救啊！胡子可死是啥物意思？冠星的字语无好，歹势。胡子可死，会当甲我教一个？请教我日语 ，please。我的回合结束啊！我毋知会当创啥。哇，无要紧，还有机会，咱莫放弃。咱爱，就是对，这嘛是一个足出名的台词啊，就是相信你的牌组就会甲你回应。If you control dark magician，要求，若准你有即个黑色的魔法师，就会当破坏所有的魔法甲陷阱。紧用的微风暗暗。有先困去啊呢？还是你先较早？你毋是今仔日有迄个任务？你毋是今仔日有迄个任务赶去处理？应该足忝的呢。你若是忝也是无爽快的，先休困啊。
我应该即场拍煞，应该嘛是准备先休困啊啦。嗯，好，看觅对方啊，我都知影。吼，头拄仔去互报咧眠床顶，报咧眠床顶，好像啊，互恁哦，你即摆伫对，你即摆伫台南呢？啊，有够烦诶，拢互你拍无要紧。哇，今日哪会拢输啊？好，无过来一场，有赢咱就来困，危险啊，危险啊！有赢就来困。哦哦，原来是凯爸咧学到迄个青眼白灵的台词啊！我敢知影迄个，迄个啥？哇，雄雄袂晓讲诶。这个是你嘛有咖喱，安尼害我雄雄想要食咖喱。对啊，暗空鸟五星就是安怎讲？伊迄个职位足辛苦诶啦，就是定定会有迄个特殊诶状况要念伊处理，要念伊处理的，真正是叫伊去，伊就爱去。啊，选是啥物意思？无限家长，就是意思是讲我全拢输啊。哪会？我无遐尔，无遐尔无效，好无？咱知影哦，只要相信你的牌组，你的牌组就会甲你回应。是安怎？今日拄着真济长线风吹啊！这感觉嘛是免拍，应该嘛是会输呢。回伫看到即张就知影，伊要融合，叫一支叫一只足厉害的怪兽，看觅会当创啥？唉，好，伊无读迄个调换书，伊做壁。我无听到伊读调换书，伊是安怎会当调换？收转去，相公你调换有成功诶。对啊，是安怎我有笑笑？我感觉五星较需要笑笑。我安怎我输啊？我拍输啊，伊就互我笑笑，伊就甲我笑笑。五星足辛苦，五星嘛会使有一个笑笑，请大家甲五星笑笑。趣味哦！即个系列我嘛足介意，就是有一个系列是迄个叫做啥物，就是钓无的迄个佚佗物啊。毋过伊放即张毋是要叫迄哦，伊放即张干若是要找迄个融合尔。好，安尼无。好，拢互你耍，拢互你耍。无要紧啊，大家拢安尼啊。无要紧，魔法筒，免着惊。大家拢咧甲五星笑笑。对，咱新社就一个足温暖、足有爱的团体，对无？这毋是逐工拢伫咧读迄个奇奇怪怪的台词，对无？无啦。算100档呢，全部拢是伊的回合。算讲通常若讲赢就困，安尼大概都袂赢。安尼我是毋是爱讲迄个？我输我就困，
若讲我输啊，就困，哦，安尼我就袂输啊，对无？安尼嘛袂歹。魔幻星，先怎魔幻星后壁对迄个火烧心的迄个符号啊？火烧心毋是咱顶摆算迄个 Minecraft 的时阵。哦，即件代志真正是我会当讲一百档呢。掀开迄个我扛起来牌魔法筒，取消你的攻击，幸互你3000，赞啦！哇，当是要安怎？看卖哦，若准我无啥物路用好。哦，有人讲，哦，游戏嘛想要笑笑好，游戏笑笑，大家好，游戏笑笑。耶稣讲通常讲好诶，就会颠倒反；啊，毋过若是讲歹诶，就会继续歹。对，对呢。毋管是讲赢还是输，我拢袂当困咧。你讲诶对咧。啊，毋过若阵共款拢是平拢是袂当困，安尼就是爱选迄个会赢诶啊。安尼敢毋是较欢喜对无？你讲送爱去水底泡一下，你是讲我，还是讲游戏？哦，你是讲迄个心光火道诶时阵，爱去水底泡一下是？好。安尼后摆入心阁着火诶时阵，咱就安尼甲讲，看伊会安怎，好无？扫咧，扫涂骹，敢莫互我扫？无要互我扫，好，请开始你诶表演。不，好，抽牌咯。即张牌嘛是真出名诶吼，即张是加纸，你甲即个加纸弹掉了后吼，对方逐摆特殊调换，你拢会当抽一张牌。哦，敢讲是同一团？头拄游戏讲着迄个嘛，爱多5个人，3个拢摕啊安尼。你会使讨论啊，无要紧啊。你会使直接甲迄个恁团的名直接讲出来，无要紧。惯性是袂晓伊啊，大家开讲哦，大家欢喜哦，今日就是大家轻松啦，轻松来开讲安尼。哇，这看起来生了真恐怖呢。扫涂骹，扫涂骹成功。毋过应该是无机会啊，因为因看迄个因迄个攻击有超过3000，毋过我诶血无够啊，安尼要甲大家讲再会啊。好啦，莫拖拖刷刷啦，紧。哇，最近是安怎？大家介意诶团体拢有人无去安尼啊？哇，有心阁要困去啊？有心敢嘛有咧看迄个爱豆团体啊？我毋是讲陆心吼，陆心无准算。我会记即摆那是我诶回合，伊是咧雕工无要甲我刣呢？啥物意思？还是伊惊讲即张是啥物较恐怖诶物件？安尼我想看觅我会当创啥？我嘛袂当创啥。我知，我先互倒一个咧，应该拢共款吼。好，互一张搁我，看有要甲我主动。四只苏生，好，搁我。好，刷来通常调换。害啊！救命！伊要创啥？伊会
会当甲我的牌仔直接变无去。安尼我想看觅哦，安尼我想看觅哦。这应该是无救呢。哈，妈妈木，有啥有咧听妈妈木啊？有闲会当去唱歌好啊！你会当，无后摆有星你会当招信众朋友做伙来唱，迄个韩国团体的歌，我感觉嘛袂歹。好，我真正是无虾米代志会当做啊，无咱着凊彩用用咧。嘿，跳落大家欢喜。啥物是饼的游戏是啥物啊？听起来介好食呢。我无法度啊，我挡袂牢啊！来自杀啊！死啊！哇，今日做闹开的呢，一场都无赢。好啦，其实会当投降啊。伊真正是咧，无咱这看起来就是拍袂赢，伊拍咧我就输啊。Ginger Cookie Kingdom。原来是迄个 game 哦。哈？你是咧讲笑，还是你是咧讲正实的？我知影迄个 game 啊，真侪信众拢有咧耍咧。而且内底迄个 Ginger Man， 大部分拢生了足古锥呢。真是迄个 game 呢。安尼有趣味的信众朋友会当去算看觅。好啦，其实会当投降啊，毋免看对方表演啊。哇，当时安怎？一场都无赢，安尼是毋是爱摕出我的秘密武器啊？哈哈，其实我还有准备啦，我还有准备其他更较过分的换我来甲人处罚。若准即摆佫拍袂赢吼，就准线哦，大家都真正来休困啦，好无？耶稣要来食宵夜，好。耶稣暗暗爱食互饱哦，食宵夜嘛是人生一大享受啊！对啊，耶稣食啥？无等下我遮结束，我嘛来食一个宵夜。好，评委暗暗，评委去食咖喱。哈哈，我会回合。我会使用粪扫回收者的效果，甲即个 Turbo 推进者献杀。面位袂歹啊，输啊，免算啊。我想看觅哦，敢还有机会？无输啊，好会当投降啊，这就是我的秘密武器。哈哈，我的秘密武器就是遮尔啊无稳定，凊彩就输啊。面尾暗暗，去食咖喱。哈，下夜还袂食暗顿哦。下夜咱还袂食暗顿。好，明仔载要上课，安尼较早休困，眼睛暗暗。好，我会回合，我会使用这个好牙 Goblin，抽到这，我看觅哦。好，再来我发动调律，我来找我的这点。好，真好，刷来
通常调换，嘿嘿，互发现啊，对，这就是我的秘密武器。好，我发动伊的效果，我阁会当特殊调换。好，来辛苦罗辛苦罗调换，会爱读即个代数。毋过有诶牌啊，就是伫有先有搭伊诶名仔糖，我甲定起来，互大家会当看。好，下一页按按。好，定好啊，大家会当去投五星诶名仔糖哦。好，有诶牌仔伫迄个原底迄个 anime 内底无出现，安尼我家己想一个代数互伊。好，想代数淡薄困难。好，免安尼是啥物意思？无要紧啊，互大家投啊。反正安尼明月就会去投一寡较趣味诶内容哦。好啦，啥物有情有够好看？耶，明月要来投啊！耶，好啊，无读袂当调换吼。junk speed， 咱来想一个。为粪扫内底，为粪扫内底出世，我在讲啥？集结而来诶军兄，甲我诶路途照光，辛苦咯调换 junk speed 啊，我发动 junk speed 诶效果，我来调换这，搁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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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无毋对，游戏王就是一个遮尔啊无讲理诶游戏。调换，刷来我发动即个青夫辛苦龙诶，哈，明月，好，明月你加油吼，你会当试看觅，好，先叫倒一只，先叫即只，好，辛苦咯调换。强力工具龙，无爱，好，刷来，我发动即个胃光内底出，胃光内底现身，我甲我诶即个救世灵放倒转去，啊，搁困去啊，你真正忝会当先去歇困吼。继续调换，光，哈哈哈！明月加油啊！你讲会到，爱做会到啊！一定爱互伊做见效，好无？来，特殊调换，过来发动伊个效果，我会当搁甲即张特殊调换。我搁发动伊个效果，我会当找一张我介意的，这单调，加入来，好，刷来要叫啥呢？我嘛毋知呢。对啊，有先紧去歇困啦，你若是忝啊，就是人忝啊，就是爱困，好无？好。安尼咱赶紧，会对嘛？咱赶紧甲叫咧。我阁会当用伊个效果。对啊，演伤久啊，无倒思考啊，安尼我也是赶紧用咧。无真无简单甲，真无简单遮成功一摆吼，有够无彩。即张有够强诶，调换即张。哈？
要搬去，赶紧搬咧。有心爱好好休困，大家拢爱好好休困。过来，会当叫啥？会当叫这？想一个哦。358减4，好，无代志。好，过来青虎龙。今仔日的目标就是演到互对面无想要困，无想要耍。哈哈哈！敢会当演到遮哦。换对面。先生伤好困啊！伤好困是啥物意思？啥物叫做先生伤好困？我感觉有淡薄危险。哦，互人等咧想要困啊。袂啦，是安怎我会袂互你困？我哪有遐尔过分对无？即场拍线吼，毋管是赢还是输吼，咱都会当讲再会，讲安毋安啊，好无？好啦，大家若是有介意即个耍，有介意看冠星耍游戏王吼，咱则看卖，莫甲即个大师会囥做伙吼，无就会甲今仔日共款，读大师都读足久安尼。我毋知影对面佫要创啥，等100档。哇，佫有安尼，感觉就是要调换大只的，会惊。哎哟，哇，看无对面咧创啥？哈？逐工加班的加班是讲啥物意思？对，我知影昨哈，等下，人忝啊，就是爱休困。这嘛会当做一个迄个，对，对面看起来是咧自杀的。即个游戏敢会当连线？会使。其实原底顶礼拜有互大家，就是会当报名迄个信众场，啊，毋过毋知影为安怎，就是无人来报名，所以无要紧吼，还有机会，无我就是固定互大家报名好啊，啊，大家若是有想要甲我耍吼，会使去我的 Twitter， 会使去找着表单吼，我知影我今仔日无放，啊，毋过我嘛会放伫我的迄个说明，我放伫我的说明遐，啊，大家想要甲我耍，就会当来报名，咱就会当连线，好无？好，好啦，今仔日总算是有赢，好，安尼会使困啊！恭喜，毋免加班。好，今仔日敢若加班半点钟尔，还算是袂歹。好，耶！
安尼就会当来甲大家讲再会啊。我先甲画面转来咱的即个教室，无我来中央，互恁看较大的惯性，好，好，来休困啊哦，大家明仔载应该嘛是拢有代志要报用对无？大家紧去困，紧来休困，我甲大家。袂晓算游戏王嘛，毋过嘛想要甲冠星做伙算。好，无安尼后摆咱来同齐学好啊，看敢会当同齐学。大家再会啊，来点名吼，CSK 暗暗，YU 暗暗，夏夜暗暗，美容暗暗，游戏暗暗，明伟暗暗，五星暗暗，马铃薯暗暗，敢有人无讲着？美容暗暗，今日足感谢大家来看冠星算即个游戏哦。虽然大部分时间拢是咧读台词吼。好啦，今仔日海信就到遮。好，感谢大家，袂辛苦，美风暗暗。好，安尼今仔日就要甲大家讲再会啊。好，安尼礼拜。礼拜会记得来看迄个，无啦，明仔载有迄个啦，明仔载有五星的迄个，网拍的台，明仔载爱去看五星的台哦。好，安尼大家再会，大家暗安，有璇暗安，Kathy 暗安，敢是初见？咱是头一摆看到你的名咧 ，Kathy 暗安。好，大家明仔载爱记得看五星啊！好，真正要讲再会啊！好，大家再会。